想看开场的刷666，好不好？听我的，想看开场的朋友刷666，来刷一整排爱心跟赞，按怒的下播统一全部封锁，永不解锁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晚上好，财源广进哦。想看开场的刷3个字666，好不好？来刷一整排爱心上来。来啦，赶快刷一整排爱心啦！想看开场的打+6啦。一开始直接用讲的就好，用讲的没有那个 feel， 用讲的没有那个 feel 啦，用讲的没有那个 feel 啦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想看开场的刷666，好不好？来。吴宝儿晚上好，666不是4个6，3个6，3个6啦，3个6，好不好？3个6，对，不是4个6，3个6，好不好？想看开场的打666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刷牙齿了，再刷牙齿的一律全部。通通封锁，永不解锁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朋友，晚上好 ，I love you， 哦 ，I love you， 好不好？我爱你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镜头就带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了，哦。我再讲一次，来乱的，下播之后，影片不会删除。统一按怒的，或打字打一些有的没的，统一全部封锁。罗慧安，啊，不要学他们，啊，再乱，统一全部封锁，永不解锁。我叫你们打666，什么3个6，什么抓啦，抓杀小啦。是欠封锁是不是？再打3个6，抓的全部封锁。来，李天天封锁，来 N 大封锁，来刘俊廷封锁，来 S 大封锁。来，晚上好，各位。再乱打字的，全部统一封锁。哦，4个5、4个1来封锁。啊，继续打啦，没关系啦，好，反正你们这些也不会买东西呀。哦，来乱的啦，来直接封锁就好了。哎，好爽哦，封锁很多人呢。好，牙齿对狼照来封锁。来5个灯，哦，封锁的你家的事哦。啊，再乱的全部封锁啊！我看你们有几只账号了，我就说打3个6了，你们什么3个6、3个1、5个1抓什么啦？再乱打字嘛，再乱打字就封锁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说3个6就打3个6，在那边5个6、4个6抓什么啦？欠封锁，你要讲我就直接把你封锁。反正封锁的这一些人对我来讲啊，没有意义啊，也不会买东西，哎呀，干脆锁一锁就好了啦。来，那我们镜头就带过去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话，就不会被封锁了。来，遥控车来封锁。来，3个6是报纸，来封锁就好了哈。不卖继续抓，来，我直接封锁你哦，不卖继续抓哦。啊，按怒的下播统一全部封锁哦。666，来遥控来封锁。来，大家晚上好哦 ，I love you 哦。啊，乱打字的直接封锁，来遥控车哦，来直接封锁你就好了哦。
反正我封锁一些人没差啦，因为他们对我来讲没有很重要啦。哎呀，他们要不会买东西，要不会消费，哎呀，来这边乱小的，干脆封一封就好了。按赞按爱心不会封锁哈，按怒的才会封锁哈。封锁的这一些人对我来讲没有很重要啦，因为这些人是来乱的啦，也不会买东西呀。哦，所以这一些人对我来讲，在我眼里啊，他们没有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被封锁的这一些人全部没有很重要，都是屁孩一个，好不好？都是屁孩哦，不然就8+9哦。所以封锁这一些对我没有影响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市售价1万多块，外面在卖。来，我拿个箱子。哦，稍等我一下。哦，外面市售价专柜1万多块。等一下哈，就1箱而已哦，标得到卖，标不到不卖哦。外面专柜绝对要1万多块。哦，专柜要1万多块。想清楚再下标，弃标就封锁哦。来啦！哦，专柜市售价，哦，要1万多块。来，总共16样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就不能讲了啦。哎呀，如果跟你们讲说什么东西的话，这个叫盲标吗？对不对？来，各位朋友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如果跟你们讲说里面的16样什么东西，那叫盲标吗？那叫盲标了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来，总共16样，市售价1万多块。来，市售价要1万多块，保证正品，专柜货，市售价1万多块。来，这一箱0元起标。一刀1000，要低的花落去，1刀1000，一刀1000哦，有档。1刀1000块，甲你花。专柜市售价1万多块，0元起标，一刀1000块，一刀500啊，来有档的。有档的啦，有档的哦，哦，有档的哦，哦，有档的哦，来，甲你看，有档的哈，来2分钟时间，喊喊看，哦，有档，来，目前2000。你们自己加油了哈！来，目前2000没有卖哦，一刀500哦。
自己加油哦。来3000啊，1200多个人，都1个、2个、3个在喊。哦，这一箱1刀500，自己大步。哦，有动的啦，喊不到我就收了哦。来3500。来3500加多少？里面不是娃娃车哦，我就装柜的东西了。来4000，还有差哦。来4000，来4000，喊不到我就收了，我不开箱。啊，喊不到我就收了，不开箱。问什么问题没有回啊？吃屎啊！来，有没有大步的？2分钟到了，来，有没有更大步的？有动的哦，有档的哦。哦，有动的哦。来，最后10秒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来分隔线。来，听好了，来想买的朋友打想买。来想买的朋友打想买。想买的朋友说想买啊，16样啊。来想买的打想买，好不好？真心想买的打想买。来杨大，没等我拍谁啦？龙18，我先出福箱看看有没有人要买啊？没有。来这一标，不用7500，不用7500，想买打想买。气标你加马桶爆炸，7500不用啊，7500不用啊。来听好了，要的朋友6500块打+1含运费，6500打+1含运费啊。要的6500刷+1。有没有卖女人的玩具？不要在那边乱哦！张明峰警告一次，再一次就封锁。来要的6500。哦，打开啊！哦，来杨大在不在？来，等一下7500的再打在。哦，6500，7500不用啊，6500就好了。大案你有买吗？不是说只有一组啊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买？啊，
你无讲话哦，不要讲话，没有人当你哑巴，好不好？你有买东西吗？你没有要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讲话哦，你不要讲话，没人当你哑巴啦。来4500含运费要的打加一，气标一律封锁。杨大7500不用，4500得标，你气标我就封锁你，公布你的照片到各大社团。来7500得标，不用7500。来看好了哦。哦，来2、4、5、6，哦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，来16支香水，哦，没有了，哦，没有了，哦，没啊啦，看啊啦，哦，来要的朋友4500加1含运费，空了啊，哦，16支小香，来4500要的加1含运费，要的4500加1含运费，好不好？来，杨大私讯粉专4500给你，不用7500，全部公司货，你只要买到，你只要买回去拿去验，哦，全部如果有假货，欢迎做提告，哦，欢迎做提告，有男香女香，哦，都在这边，哦，16支，哦，总共16支。来，杨大7500不用，哦，那个4500就好含运费。是不是4500啦？靠腰啊，6500啦，6500才对啦，靠腰啊。6500啦，不是4500啦。来6500要的加1含运费，6500块不是4500哦，更正一下，6500含运。哦，不是4500啦，6500才对。哦，讲错了，拍谁？来，杨大截图私讯粉专，没有私讯，一律封锁。哦，总共16支小香，来6500要的打加1含运费。来这样子，总共16支小香，6500块，要的加1含运费。来，杨大私讯粉专。来，有男生有女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6500块，要的加1。来，欧大封锁，关你屁事哦！卖讲话你 A 到哦。来，1分钟时间，要的6500打加1含运。龙18拍谁啊？说好的等我，没有，我只卖这一标而已。等一下我下播了哦，我要去吃饭洗澡了，都还没吃饭洗澡。哦，下午有洗呀，要流汗。哦，说好的等我，你不用怕看不到了，好不好？买到真的会被车撞到，干！与其这你来冲阿小，去泡你的老人家茶，不要在那边吵哦。来，6500要的加1含运费，要着小啊会看下出门做工话，内行的看报带买米爱看，关门爱带。那个龙爷爷你好啊，
哦，龙爷爷你好啊。这一标16，第一标哦16支香水哦，总共16支，要的朋友6500+1含运费。开玩笑的啦，加油，财源广进。龙18谢谢啦，嘿啊，龙18大哥拍摄的，感谢你甲小弟仔支持甲照顾，好袂？感谢感谢。来，杨大没有私讯哦，来直接封锁就好哈。来，我们就卖一标福香哦，晚一点看怎么样子啦，看怎么样子我们再来开，好不好？哦，杨大他弃标，因为他没有私讯啦，哦，那就直接封锁他。来，恭喜杨大，德国武汉机票1张，哦，武汉德国机票1张。来，D大姐姐，你怎么不加我赖？D大姐姐，每次我上来你要关，你要关，奇怪，我卖用我爸妈的照片那个人，我干你娘操鸡掰老鸡掰，拎刀西洋干你娘，祝你全家死人，操你妈鸡掰！干你娘！用我照片不够，现在用我爸妈照片，你干你娘操鸡掰呀！恁爸是要甲你交啦，甲恁爸过啊！干你娘老鸡掰嘞！你去食的哦！你娘老鸡掰，干你娘操鸡掰，够干低无生操鸡掰！用我照片来乱不够，现在我爸爸死了，用我爸的照片，干你娘老鸡掰，真正够干低无生操鸡掰嘞！我爸都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啦，一堆人用我爸照片来这边乱啦，真正是够干低无生臭鸡掰老鸡掰，干你娘破万你娘鸡掰哦，干的较大。用我照片用不够，现在我爸过世已经好几年了，现在用我爸照片来乱，干你娘老鸡掰，笨色人唔正人，你娘鸡掰，猪狗不如，畜生废物败类啦，你娘老鸡掰嘞！各位朋友，我爸爸死了啦，好几年了啦，现在说明用我爸的照片啦。我妈植物人，现在也在医院，又用我妈照片啦。你们觉得这些人真的可不可恶？我爸死了，你用我爸照片来乱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爸死了嘞，我爸都过世好几年了，你现在用我爸照片怎么样？啊，还是我要去你家开个2枪啊？干你娘老鸡巴嘞！用我爸照片用好玩的是不是？人都死了，你有没有尊重往生者啦？我爸都死掉了啦，你现在用我爸照片是用什么意思啦？你有没有尊重我爸？你有没有尊重死人？还是我要去你家开个2枪啊？干你娘老鸡巴嘞！你娘鸡巴真正真生哦，猪狗不如，真的猪狗不如！干你娘老鸡巴！拎到西洋了，各位朋友，不是我要生气啊，你们评评理嘛！我爸都死了。用我爸照片来这边乱，用我照片乱不够，现在连我爸爸过世好几年了，都用我爸照片。我妈植物人，用我妈照片，你什么小啦？啊，干你娘老鸡巴嘞！恁爸去恁兜开2层啊，恁娘臭鸡巴！刚好就好啦。恁娘老鸡巴嘞，够干低无生，臭鸡巴嘞！会勇敢的，甲恁要过，恁要等你啦。用我爸照片来这边乱，拄啊好就好啊！恁
娘鸡掰，甲恁娘掠出来，甲你骹讲个长，恁娘臭鸡掰，去恁兜甲你开册，恁娘老鸡掰咧，甲恁娘食人狗狗，欺负我算啦，欺负忝忝。即摆阮老爸死几啊年啊，即摆用阮老爸的相片，用阮母啊的相片，阮母啊植物人几啊年啊，你用阮母啊的相片。阮爸死几啊年啊！你即摆搁用阮爸的相片，甲恁娘臭鸡巴！你真正真生你！峰哥冷静，不要语带恐吓。我就是要恐吓他，家有本事去告我。用我爸爸照片那个人，用我妈妈照片那个人，我就是要干掉你！我干你娘臭鸡巴老鸡巴！你够敢低波生啦！我现在是针对用我爸照片跟用我妈照片这个人交啦，会勇敢的甲恁要过啦！我干你娘老鸡巴咧，臭鸡巴，够敢低波生！对不对？各位朋友，我什么时候有一直干叫过？为什么我这么火大？我妈妈植物人好几年了，用我妈用我妈照片上来。现在我爸过世好几年了，又用我爸照片上来乱。是不是猪狗不如够敢低波生？臭鸡掰老鸡掰，恁兜死人了！恁遐鸡掰啊！你也想要搁活较久咧哦？讲真正的啦，恁兜会用开钱啦！恁遐臭鸡掰咧！够敢低波生，臭鸡掰！连我爸死掉好几年了，现在用我爸照片来乱。恁遐鸡掰，你到底是真生还是人？恁别看拢无，规工的啦！用我照片，用胡凯斌照片，用胡凯斌名字来乱就算了，这我们都算了。现在我家人过世，用我家人照片来乱。我妈妈植物人也用我妈照片来乱，各位朋友评评理啦！这些人真的有没有过分了啦？玩过火了吧？每个人忍耐是有限度的啦，说真的啦。我爸过世好几年，我妈植物人现在还在医院，用我妈照片，用我爸照片，你真的是人吗？有些酸民拜托啦，我以前家里的事情不用爆出来啦。阮兜的代志是阮兜的代志啦，免你甲阮兜细汉的代志全部拢讲出来，互全世界的人听啦。干恁娘鸡掰咧！你是要用开钱了，还是你无食过凊子啊？置顶，大家去检举他。刚才有看到的全部去私讯他啦，给他揪出来了。我把人置顶，我都封锁他了，我要怎么置顶？我会乱讲话吗？16支香水卖6500是干你屁事哟啦！你是够敢低要生的哦？还是恁兜死人？恁老爸老母要死啊！紧转去甲恁爸爸妈妈拜拜，见最后一面好袂？较友好咧，好袂？莫互恁厝的人烦恼。真够敢低要生，乱也乱得太过火了啦！真的各位大哥大姐、帅哥美女不是天风又回到以前那么生气了。你爸爸今天过世，你妈妈今天植物人，人家拿你爸妈的照片上来，你心里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想流眼呢？
会不会想流眼泪？各位，你爸爸过世好几年了，你已经没爸爸的人了，已经很难过了。然后一个用你爸爸照片上来乱，你心里会不会难过啦？各位啊，我这一档为什么那么生气？就看到有人用我爸名字跟照片啦。假账号要怎么告啦？要不敢用真的账号。好啦，我先关播了啦，真的越想越难过了。这16支香水啦，保证专柜货啦，买回去全部拿去验，不是专柜货欢迎提告啦。16支啊，6500啦，要的自己私讯粉专，16支6500啦，要的私讯粉专啦，含运费啦，马上私讯，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。哦，16支6500，要的自己私讯。来，好，有点难过了，来先关播，好，各位吧。